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行阿 wing。Ocean X 嘅 Shark Master 1000米咧，一直都係 Ocean X 嘅王牌款式。咁今次為咗提升手錶嘅質素同埋舒適度，最新1000米 M9 系列咧將會升級為專用日本嘅頂級 Miyota 9系機芯。9系機芯咧係振頻高達28800轉，所以走時就會更加暢順同埋更加穩定。質素甚至可以媲美瑞士製造，而新一代喺錶殼方面呢，都經過咗重新嘅改良同埋打磨，令到錶殼嘅厚度減薄為去到 14.8mm。對於一隻有1000米潛水功能嘅自動手錶嚟講， 14.8mm 呢絕對係相當之薄，而重量亦都減至只有220g。而今次喺打磨方面呢，4條邊嘅邊線呢都做咗個拋光打磨。望落去咧都好有流線型，手錶直徑係 43mm， 採用咗黑色嘅陶瓷計時錶圈，配襯翻好有特色嘅漸變藍錶面，採用咗旋入式嘅螺絲鎖把的，而9時位就有一個自動排氦氣嘅閥門，採用 316L 實心鋼錶帶。新一代嘅 upgrade 版本呢係採用咗按壓式嘅彈弓錶扣，係採用咗後橋，唔會咁容易變形。而手錶嘅刻度、長針、短針同埋計時外圈呢都有個超級藍夜光。Ocean X 嘅 M9 系列公價係4250蚊，咁我哋而家做緊超筍價2980蚊就買到啦。有興趣錶迷呢可以上嚟門市試下。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嘅觀眾，可以 share、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可以時刻獲得我哋最新嘅手錶資訊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